我今日是来面试的，我合作社主。请老实甲我讲，你有介意猫仔无？若要认真讲，我应该较介意狗啊。好，你录取啊！我是这间拉面赤鸟的店长，我合作分租。原来这间店是因为阿姨介绍的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欢迎光临鸟，这家好无鸟？啊，那是我的点心呢。因为请人类较复杂，所以较费气啦。我已经足久无来摸，工课内容甲我想的差足多。员工餐煮好后，赤鸟特别版拉面。我要开始吃。